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越講越健康，我係 Dr. Wu。咁今個月咧，我就開始咗一個女性專題啦。咁由上一集開始咧，我哋就講咗究竟女性點解會成日覺得攰。咁今集咧，我就想同大家探討一下一個女性都會成日有疑惑嘅問題，就係我嘅月經唔準，甚至有啲亂，究竟係咪正常嘅咧？咁有啲女仔可能會28日嚟一次，有啲可能35日，有啲可能甚至2個月、3個月先至嚟一次。但係其實咧，月經周期咧唔係一個日期咁簡單，佢係一個我哋荷爾蒙系統穩唔穩定嘅一個指標。咁所以今集咧，我就會同大家討論一下，究竟幾多日先至叫做正常？有乜嘢係會影響到月經周期？再加少少一啲中醫同埋現代生物學之間嘅一啲翻譯，然後我就會再講下一啲常見嘅治療方法，同埋有冇一啲方法係可以自然去調整嘅。咁首先講第一樣嘢啦，咁幾多日先至叫做正常呢？咁好多女性即係就算教科書級咁樣講啦，就會正常嘅周期係一定係28日。咁書本上當然係咁寫，但係每人都有啲唔同噶嘛。咁所以喺醫學上邊咧，正常範圍咧會係大概21至35日嘅。咁只要你每個周期都穩定，都係大概呢幾日嘅話，同埋每次唔會爭得太遠咧，咁都叫做正常嘅。咁例如話，如果你一個月係29日，之後31日，然後可能又翻去30日咁樣咧，咁都叫做係正常嘅。咁但係如果你嘅周期係一時長一時短，或者幾個月先嚟一次嘅話咧，咁可能呢樣嘢就會反映到你嘅排卵系統唔穩定啦。咁有啲乜嘢係會影響到你嘅月經周期嘅咧？咁我哋嘅月經周期咧，其實係有一條軸去控制嘅，咁就係由下丘腦 hypothalamus 去到腦下垂體 pituitary gland，然後去到我哋嘅卵巢 ovary。咁呢條軸咧，英文嘅簡稱就係 HPO axis。咁如果有任何一環咧被干擾嘅話，咁個周期就會改變。咁常見有啲乜嘢因素係會改變到呢個軸嘅咧？常見嘅因素咧就包括第一樣壓力，長期壓力咧就會影響到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 GnRH 嘅分泌，咁英文嘅長名咧叫 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。咁個結果咧就係會令到你排卵停止。咁喺醫學上呢個名就係叫做壓力型停經。咁第二個因素咧就係過度節食或者斷食。咁因為如果熱量攝取偏低，身體就會覺得而家我哋唔夠資源啊，可能我唔適合擺啲資源落去生殖方面，咁所以咧就會抑制我哋嘅排卵。咁呢個情況咧就會常見係一啲用極端減肥嘅方法啦，就係唔食嘢。我諗而家呢個情況可能都會少啲噶啦，可能早20年前咧比較興瘦嘅時候咧會多啲呢個情況出現。咁另外咧就係長期斷食嘅人士啦，咁仲有咧可能患有飲食失調嘅人士咧都會出現呢啲問題。咁第三個原因咧就係過度運動啦。咁多數呢啲就會出現喺一啲耐力嘅運動員，例如佢哋會做長跑、體操、跳芭蕾舞。咁有時候咧就會出現運動型停經。咁原因係因為咧佢哋實在練習得太多啦，佢能量消耗過高。咁第四樣咧就係食避孕藥啦。咁因為口服避孕藥咧本身佢係一啲額外嘅荷爾蒙啦，佢嘅作用咧就係去抑制排卵。咁所以有時候咧停咗藥嘅話咧，身體知道咦突然間有一個荷爾蒙嘅來源冇咗咧，身體係需要時間去適應。咁講到月經呢個問題咧，喺我哋嘅文化入邊咧，當然係一定有中醫嘅存在啦。咁中醫咧就有一個講法，就係肝鬱氣血不足就係會影響月經，係咪？咁如果我哋用一個現代生理學去理解嘅話咧，其實咧係幾得意嘅。咁例如中醫講肝鬱，其實好多時描述嘅咧就好似我哋而家講生理學嘅壓力系統啦。咁即係話我哋平日嘅壓力受太大。咁因為如果壓力過高啦，我哋壓力荷爾蒙皮質醇 cortisol 咧就會不斷上升，咁佢就會影響我哋嘅下丘腦，就頭先講到嘅 hypothalamus，咁佢就會干擾咗我哋頭先嗰個 HPO 軸啦，就係生殖荷爾蒙軸啦，會影響一連串嘅荷爾蒙啦，包括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啦 GnRH， 然後黃體生成素 LH， 然後促卵泡激素 FSH， 咁排卵咧就會搞到停止咗啦。咁而中醫講到啦，女士有氣血不足嘅問題咧，有時候就係會對應翻我哋能量攝取不足、缺鐵或者貧血。
咁呢啲咧都會影響到我哋女性嘅生殖系統。咁所以有時候咧，即使係唔同嘅醫學啦、唔同嘅領域咧，有時候講嘅咧都係同一個生理嘅現象，只不過大家表現嘅語言有啲唔同。咁如果你月經非常之唔規律，咁有啲乜嘢係常見嘅治療方法咧？第一樣就係避孕藥。咁佢個作用咧就係調節荷爾蒙，因為避孕藥本身入邊就係有我哋調節經期嘅荷爾蒙喺入邊。咁佢嘅好處咧就係在於可以令到你嘅周期非常之穩定啦。如果你係定時食嘅話，咁同埋咧佢亦都可以減少經痛。咁個缺點咧就係佢淨係可以控制到個症狀，而係冇解決到根本嘅問題。咁而且你停藥之後咧，個周期咧可能會再亂翻。咁第二個咧就係去調整生活方式啦。因為如果你經期亂嘅原因係因為壓力、瞓唔夠或者食嘢食唔夠，咁如果你係呢啲原因嘅話咧，就要靠去改善你嘅生活習慣。咁有時咧，最後係可以恢復翻排卵嘅。咁第三個原因咧，就可能你有另外嘅一啲疾病而導致到排卵出現問題。咁例如你可能有多囊卵巢症啦，或者你係有甲狀腺嘅問題。咁呢啲咧就一定要需要去針對性去治療咗先啦。咁可能你話，其實我都唔係話有呢啲問題喎，只不過係有少少亂，咁我可以點樣去自然地調整我嘅周期咧？如果你真係想好好去調節個周期，令佢更加穩定嘅話咧，咁其實係有幾個重要因素嘅。咁第一個就係睡眠。咁睡眠其實當然係唔單止係休息咁簡單啦，因為佢同我哋嘅生理節律 circadian rhythm 係有好大嘅關係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都可以翻去我早幾集嗰度聽下。我哋大腦入邊咧就有一個時間嘅中樞系統，佢就會控制我哋好多荷爾蒙嘅分泌。所以如果我哋長期夜瞓又瞓唔夠，咁我哋嘅生理節律咧就會被打亂晒啦。咁就好似一間工廠咧，大家都唔知幾時開始做嘢，大家唔知道下一步應該點做，咁就全部亂晒啦。咁樣咧就即係等於我哋打亂晒我哋大腦對生殖荷爾蒙嘅控制。咁所以咧，首先睡眠咧就係我哋控制荷爾蒙平衡嘅一個好重要嘅基礎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能量攝取啦。咁女性嘅生殖系統咧，其實係對能量非常之敏感嘅。如果我哋身體感覺到我哋熱量不足、長期節食或者係過度運動咧，大腦就會判斷，好似而家唔係好適合去懷孕嘅環境喎。始終要去懷孕，即係一條生命喺你身體入邊生長出嚟，咁而且佢係需要用到好多能量嘅。但係當你自己冇 BB 嘅情況之下，冇懷孕嘅情況之下，你都係唔夠能量，或者係能量輸出得太勁嘅話，咁身體就會覺得而家唔適合，咁所以就會暫停排卵啦。咁所以有啲女性可能為咗要好快減肥啦，而去節食得好厲害啦，或者長期係斷食嘅話咧，同埋做好多運動，能量輸出好大嘅話咧，咁月經咧就可能會開始變亂啦。咁第三個咧就係壓力管理啦。咁當壓力長期存在啦，個身體就會成日都會釋放皮質醇，咁佢就會影響到頭先都講過嘅 HBO 族啦，咁就會影響到我哋嘅排卵、月經延遲同埋壓力型停經。咁最後一個咧就係咧生活節律啦。咁好多個系統咧其實都係依賴一個節律去運作，例如睡眠啊、荷爾蒙啊、代謝啊、體溫啊等等。如果我哋嘅生活節律成日都會變動啊，例如成日要捱夜啊、作息唔穩定啊，咁我哋嘅身體荷爾蒙節律咧好容易被打亂嘅。咁所以好多時候，如果你可以恢復翻一個規律嘅生活，反而咧對周期好有幫助。咁有時候我都好明白啦，而家嘅環境咧真係令到人好大壓力啦，尤其是職業女性，除咗做嘢之外，可能仲要照顧家庭等等。咁我自己一個方法咧，就係我要肯定我自己唔會過度工作先啦。呢個係首先可以調解到壓力嘅來源。例如，如果我今日真係逼不得已做多咗一啲時間嘅，咁可能喺第二日咧，我就會早啲收工，可以俾自己知道，我係應該有翻我自己呢啲時間嘅。咁喺工作以外咧，我都會去一啲運動班啦。咁我自己本身就唔係一個做 gym 嘅人，或者係跑步啊嗰啲人。我做運動咧係比較中意有娛樂地去做運動嘅。咁我通常就去跳舞，或者去一啲練肌肉嘅一啲操，或者係 Pilates 或者瑜伽咁樣。
咁如果有時間或者天氣許可嘅話咧，我就會出去散個步啦，聽唔聽歌都好，淨係 focus 多啲喺當下嘅感覺啊，望下呢棵樹，望下啲雀仔，望下啲小朋友玩咁樣樣。咁另外就係每日我都會朝早一起身咧，都抽啲時間去冥想，就算唔係好多時間，通常都係10分鐘到10分鐘去冥想。咁我發覺呢啲咧都幫得到我嘅。咁尤其是啦，而家開始我都開始調節自己嘅睡眠啦，就係10點鐘要開始瞓覺。而瞓覺之前咧，我就肯定自己唔好睇咁多電話啦。我會一係就睇書，或者敷面膜，或者帶一個按摩眼部嘅機器，咁我就可以制止到自己玩電話啦。咁若然真係要用電話咧，我就會戴一個藍光眼鏡啦，咁就唔會俾藍光令到我嘅睡眠質素下降啦。咁有好多好多唔同方法嘅，咁我喺之前嘅集數都有講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咧，歡迎留言，咁我都可以再搜集多啲，自己再試下，然後同大家分享嘅。嚟到結尾咧，就係我想同大家講，月經週期咧，其實係一個成個荷爾蒙系統嘅一面鏡。如果你個週期突然間改變咧，咁就要好值得你去留意同埋了解下個原因。中醫咧都會成日都講啊，如果女人個月經係正常嘅話咧，就代表你個身體都算係健康嘅。我諗都其實都非常之有根據。咁喺呢個女性系列咧，咁下一集咧我就會講下有經痛究竟係咪正常啦？朱古力瘤同埋內膜異位究竟有咩分別？所以今次咧係我第一次去露面拍片，拍呢個長片啦。我唔知大家覺得呢個方式會唔會比較好咧？如果有啲乜嘢提議咧，都請大家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，咁我盡力去改善一下。如果大家中意我節目內容嘅話，希望大家可以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關心嘅人。呢啲都係你對我嘅節目最大嘅支持。多謝收聽越講越健康，我係 Dr. Wu，我哋下集再見。